美国陆军有2只阿帕奇直升机伫咧27烧弄，造成3个人死亡，1个人受伤。今年美国的乌鹰和阿帕奇接连续咧发生事故，咱台湾嘛有买到这2款直升机，而且嘛拢捌出过意外，所以安全的问题又搁引起关注。 美国陆军第11空降师2台 AH-64阿帕奇直升机传出2次训练飞行时阵，意外伫阿拉斯加州西里附近烧弄失事。U.S. Army AH-64 Apache helicopters crashing near Healy earlier today. 美军发布声明证实，2台阿帕奇烧弄，机上4个人3死1伤，唯一无死的已经送医治疗。这是今年阿拉斯加州发生的第2件阿帕奇意外事故。2月嘛捌发生变气的意外，3月是2台乌鹰直升机伫肯塔基州烧弄，造成9个人死亡。咱国军原来有阿帕奇甲乌鹰直升机服役。2020年，空军乌鹰直升机伫乌来山区弄着山，地司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个将官殉职。2014年，阿帕奇落伫桃园龙潭民街厝顶，机上2个人顺利逃生。 作战任务的那个要求，他可能必须要这个练习这个地形的追岩飞行，那相较来说就增加了他的这个任务的风险。救援直升机它却反而必须要在这种恶劣天候情况下，这个冒险执行任务，所以呢，当然无形中就增加他的这个失事的这种风险。 学者分析，直升机意外主要是机械人为甲气候因素引起的。军用直升机因为作战也是搜救任务的需求，会提高危险因素。像讲夜间训练是为了避免敌人侦测，直升机的偏对会真晚近。部分作战任务爱正低飞行，电火条啊，这地面较悬的物件较歹发现，驾驶需要更加注意飞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